唔好錯過今年2025年4月 Easter Monday 東莞馬倉 ACE Ace Track Day 體驗日第一幕開波啦！賽道有1.88公里長，同埋有14個彎。最重要咧，佢多彎之餘，佢有好前梯。ACE 就代表 Apex Circuit Experience。咩係 Apex？ 咩係 Racing Line？ 幾時 Brake Zone 同埋幾時出彎？呢啲就會有專業嘅導師去指導俾大家睇㗎啦。相信大家